嫦娥。达维哈姆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《快乐汉藏语》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百个数个，大家自己老着学经验，同妈的老的公民弄的脑下就这些。下用皮巧，皮巧。拉点松的，拉点松的。碧霄，碧霄。阿汉，阿汉。织女，织女。他妈，他妈。七夕今宵看碧霄，牵牛织女渡河桥。等比才等阿眼也大姐，龙城他妈最为上顿上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要学习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《嫦娥》。我们先来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这里我姐唐家的个别年上看，李商隐个年上，大卫他们去把这工作人，同嘛我姐娘的面积三百了几大，面积300。云母屏风，从前有人，长河，歌妓，雁落，丹波，云母屏风烛影深，长河渐落晓星沉。从前有里人为รับ啥些，跟着大金宝姐干出这。乐当，今天我要给你讲嫦娥的一首诗，来看看。乐丁，这里我却来大卫他们一比年轻的车间，大气节了几对啊？好，那说嫦娥在月亮上其实非常孤独，日夜思念丈夫，思念乡亲们。她只能在每年的8月15这天晚上才能走出宫门，默默遥望，直到银河渐渐西移垂地，星辰消失为止，用这样的方式寄托自己的私情。大卫他们大卫定的开的样位，年前个啦大卫这些年年这个，可米大卫这比起中安年就高么啦，普通的小白的。开的米，各自那的大金巴金，那些价钱这马上把等定交俾侬了，等的南边容易接这点点。所以诗人用云母屏风烛影深，长河渐落晓星沉来形容嫦娥在月宫里的孤独寂寞。这里张八比从前有里人为รับ啥些。各自大金巴姐干嘛住几年？大卫他们大卫坡中的开动个脑巴的电影呀。好啦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我认得了这词句子，大家姐，这里个名字3个搞定了几大。他念这些。云母屏风，云母屏风就是指用云母做成的屏风。从这里有人呢，从这里周边有完了些。长河，长河就是指银河、天河。个字呢，南着嘎到的，每个南中啦，南皮嘎到东。那是卡路些。渐落，渐落这儿指银河渐渐西移的状态。
但不呢，个子那的大木一般着完了些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说，第一个名字三班的呢，老中写杂记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雨，云母屏风，云母屏风，从前有人，从前有人，黄河，黄河，个子，个子，雁落，雁落，单薄，单薄。云母屏风烛影深，长河渐落晓星沉。云母屏风烛影深，长河渐落晓星沉。从前有里人个รับ啥些，跟着大金宝姐干出直。从前有里人个รับ啥些，跟着大金宝姐干出直。骗子怎么做啊？老主说，对定个名词三班呢写信，大概就话你注意，切做了具体练习。我个他念道理，但把几把的公演错句，切去上路什么多年练就。呀，老主错，切去来用大把的工人，C 3把，表兄，练几松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主说，大家记第二后边他念三把的到下中这些。云母屏风，从前有人，云母屏风，从前有人，长河，个子，长河，个子，渐落，单薄，渐落。单薄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第二，我记他念三把个中意的，但我今年的简直是答啊。从前有人，云母屏风，个子，黄河，单薄，雁落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说，第二个老师的年长下来，大地母鸡。